以制夷，制夷之山，系无？故说，你就会先看到亚只字，因为其实讲到字的第二只太好字土地杯度的，其实迄个你做人啊非常基础的禁忌。迄讲到你人，那迄你无山的花，就从嗰啲婆婆胖胖嘅撇位，就无根无价。无根无价的养家噻，你就冇办法像个树的腔样，就层层的种地个奶地杯度，跟你冇办法种地奶度的话，就冇办法成为家庭啊，还有国家嘅栋梁。刚才他在讲嘛，真的严重，我刚有点灵魂出来，最近8块是吧？记得咧，种木水。哎，乃是唔知个导播有没有带到兆峰哥啊？刚好阿志营养给团刚好，来导播看一下，那个这已经绑过来了，个把同我做爸爸媽媽嘅無生意嘅一隻講出來嘅，啊我媽媽就希望講，哦我嘅阿姊做啲懂食一嘅無生意講出來嘅老妹啊，嗰時候就向阿姊講，誒嘅老妹嘅命誒本唔着去按，誒按你感情就會較好。我喺個所以下，講出來一個6歲，一個8歲，張圖小學1年生天天，媽嘅天然嘅事情根本就唔曉，嗰時候佢冇同佢按到注音符號，已經懂好咧。所以以後你的名字原本應該叫李穎芝，李穎芝，有死哎，所以他可能只學到科而已吧。哦，李穎科，冇啦，佢就懂慎重，佢有去拿個詞典。不過貴少1年生嘅詞典，咩唔係嘛？就青菜扁，不是什麼紫海字典嘛，就前面幾頁翻一翻，剛好知開頭。我們查字典，記得係繁書。知恩真，就托你亞達斯。佢都沒有一個懂好嘅意思，佢講珍珠奶茶。別講啊哈，雖然係最細嘅聲音嚟哦，唔過哦係屋卡最下嘅，我們會好好珍惜你。你是懂很珍貴的這種東西。全部喺自己上出來。印亞達斯黑牙記全部太細個就會印哦，就安慰按呢，印安的。其實大家都會咁講，喺上灣喺做埋善良者，大家都會飲錯嘅。其實平常是用李敏珍、李浩輝、李浩珍、對李浩威，對，都有各式各，還有李真敏的。那每個種奇怪有冇講變咗咧？有冇善良者大家都會飲錯？因為而家咁講，而家名係平嘅，而家你係名片嘛，你嚟上嘅地度兩張煙。用班名用安念，你是不是去查一下？還有英雄的，從來樣嚟控用啦。你若係冇去查，唔認英文，但是表示你冇當尊重兩張煙，係念唔錯。冇按上嘅音色啦。係啊，那跟你冇上音色，應該是冇上音色嘅啦。其實還有一隻原因係因為我係名冇好按紅念嘅情況，其實問講拍攝哦，跟你一樣用乜嘢？你應該用曬本來唔熟悉，是會有法題。你咪做啲簡單嘅小改一下，你嘅名，你做啲做到題白嘅熟悉。然後大家都啲用班按名嚟嗬。韓國那個客家嘅協議有很多好戲，董後期嘛，董後期嘛，哈。啊，是嘅，用班講。好神，對，好神又好心。好神，什麼事情都好神。我按名嘅好，嗱用前一算咧，我啲台北算咧叫做一開始按到義橋。嗰種以橋啊，蠻好聽啊！以橋蠻好聽啊，像而家係用一隻字母叫做以晴，晴天的晴。一名係用翻搶人家講菜市啊名，冇中用咩？嗰種結果，見到啲苗啲所咧，啲台北所咧啊，叫見到咩人都以晴以橋啊，叫人冇咩人都以橋啊，結果因為強項咧啊，像按你做唔得，見到先按咧。等下 QTV 算命師傅係。嗱，你想見到老人家嘅職業工會去用啲喎，有受訓啲喎。QTV 師傅。記得有資料庫，因為出來嘅時間係差唔多嘅。冇，叫做差5、6歲呢。結果台北所啲老高雄所呢名強用啊。按你做唔得，那頭沒有更新呢。唔啲大家身邊有按那種出體，按好事以外，其他人偏向於性別有那種聽得媽媽想嘅那種禮麼？有眼嘅結尾。你給我閉嘴！好了，紙的部分紙。面下nhà朋友有人聽媽媽想嘅嘢嘛？有，像國小嘅同學記係記起阿哥啦，唔過記阿哥係聽爸爸想，阿老妹就聽媽媽想，因為我記得係見老妹出世嘅時啊，佢爸爸媽媽就分開咧，啊細年仲係阿媽吐完咧，啊所以就老妹就聽媽媽想安尼。
係啊，不過我感覺填爸爸相、填媽媽相應該係冇爭啦，因為係啊，因為我感覺兩面都唱兩三喎，係冇。所以偷睇。唔係，不是這樣說。古時我知道嗬，一命係加個加分嘅作用啦。古時我知道有好心情就有好運氣，好心情，好心情。難怪那大白看到好心人就可以用笑面。係。好，不過食天爸。講緊英哈摩球嘅動代言的時間，他就是又不一樣哈。這個就想問他說，那個時候好心都哪一部？先偷睇。大家好心先偷睇，佢多多反映下啊，古時叫我按你。命係好心而本好嘅人。真嘅係業務嘴吧？真嘅，懂會的。哎，好心嘅拽，騙人的鬼。有這句啦哈。因為我知道講過命嘅，就會一時嘅呀，佢唔係講一生嘅。有可能有一個就一生贏。係啊，一生贏啊！唔係個有你就像唔嘅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咁樣。你喺我嘅意思講，假使人嘅運勢愛使用改命嘅落去改運嘅話，跟人生地段嘅尿尿嘅事情，按到佢根本就改唔脫啊！係啊，冇可能講，你改嚟改去，你一生你就會順順心心。沒關係嘛，反正有一句話說，科學的盡頭是玄學。係呀，玄學的盡頭是易學。認真的盡頭是易學，盡頭嗎？這個盡頭。我係知道講啦，冇時有改命嘅，改下唔賴嘅命嘅，賴嘅大頭貼就好嚟啊！仲要他神不敵度，馬上人敵度。不過也唔係真實嘅呀。唔實際嘅命係起碼嘅，像阿志有可能有人係喺你曾子瑜啊，就喺你妹獎啊，他白運唔好就冇喺妹獎，喺度高獎之類，就都全部都走的。過一個小名就會，假使你會過去嘅本命，多麻煩呢！你可以嘛嘅增添啊，成本增添鋪卡、副招加招，一簡單全部就一個hand囉嗦嘅冇係冇。你可以講麻煩，哎呀，講麻煩。但係同講，做嘛嘅我們說運勢變好，因為規則心情就啲咧處理跑呀就行真。但係咧，愛聽書唔去走呀咋？跟日本愛帶書嘅嘛個費用哎好。要怎樣冇？故事做嘢冇。真係研究呀。所以開始我決定要做業務嘅時間，2019年11月杜阿紅嘅業務公司，結果咧過2年是發生大家都啲嘅疫情。開始我感覺你真係天公保佑安排，冇成日命真係安好哦。因為咧那時剛開始土團嘅時間係萬千冇錢嘅，咁講緊業公司做業務嘅時間，我哋嚇雖然講量大先，咩講動多，咁講我咪大專業有錢啊，我咪最少嘅小唔是獎啊，大唔是獎啊，我感覺係好低咯。冇錯，很玄啊，很玄很。嗰一陣命啊，看咗得搞唔平有冇啊？這個呢，我們應該很唔會咩？你好帥。如果我切假係錯，那喺而家下人成個都懂順勢啊，你喊當當，有事冇事去本人生，點都會讓辦起。然後切假咧，他後運大太。冇錯，因為你可能本來個都非常的順勢，非常好。那喺本人講嘅話，就會開始反而切假，評價切假，開始唔信任切假，跟住正能量就會走脫咧，就有啲庸人自擾，係嘛？切假壓降啊，係切假壓降。是賞夫的壓降，就自找苦吃啊！笨蛋本來無一事，何處惹？衝嘅大麻雀空用啦，係啊！一開始大到好，係講要 1V 嘅喎，跟運勢就冇空用。跟大牌咩啊？送一隻偏手運就冇空。真嘅咯！叫咩嘢主題？係咪嘅？係教牌啊？咪嘅？用邊個？唔過真嘅啦，喺公司㗎，知道過來因咩冇解冇順，一槍冇時候去改名。唔是天風啦。係嘅，Mason 仲要改到劉 Mason 嘛？冇啦，因為個 Mason 係嗌算偏命啦，啊唔過我實上咧改個命，唔過我感覺就像唔講嘅，因為翻乜嘅證件啊，咁多資料嚟改啊，太麻煩。係你嘅碩士變博士。係啊，劉明博。反正人哋咩冇面啲啊，睇下緊張啲美聲啲。我冇嗌劉美生啊，好咧。按嚟咁好。而呢個改面報要改像李嘅有冇？李面報就係個前韓國總統。係。好。有賞太上公。